桃园有家长甲议员斗告，囡仔伫国校上本土语言的课语课，却因为发音念唔对，就互老师罚抄课本20届，写到暗时11点。教育局证实讲，有3个学生因为犯法写到半暝。安那学校表示，老师教学的行为无妥当，已经安排其他的老师来上课。教育部推动高中以下本土语言教学，桃园有机关接到家长投诉，关区提供国小学生上课语课，因发音错误，互老师罚写规段的字句加拼音20摆，写到半暝写袂了，写到哭。客家话念错一句就要罚写20遍，他念了6句都错了，而且还要写拼音，真的是不合逻辑。那个小孩子一直写到哭啊！不管基于任何理由，那让孩子抄写都是不恰当的教学行为。我们为了使孩子和家长安心，该班已经安排其他的老师授课。教育局证实，为进行平时成绩评量，这科技老师开始要求学生读袂出来，爱抄20摆，作为拍分数依据。根据了解，有3个学生写到半暝所以也认为这举动确实无妥当。本局已责请学校辅导改善教职人员不适当的教学方式，并进行检讨，期望教师后续能利用鼓励的方式来引导孩子进行学习。学校表示，老师有教学支援人员合格证书，目前已经安排其他老师来上课，也请导师甲辅导室协助安达学生，关心囡仔的身心状况。未来也继续注意老师的上课情形。不过也讲到学校正认真推动客家文化传承，去年伫客家艺文竞赛拢得到正好的成绩，希望唔通安尼消除所有老师的努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关心国